总统大选，Trump 摕到超过270张选举人票，赢过对手何锦丽。Trump 已经发表当选的演说，但是总统赖清德嘛表达祝贺。南港局长蔡明干表示，美国会延续亚中友台路线。经济部长郭碧桂嘛认为，台积电的发展未受到影响。立法院国民党团推动再违法的修法，今仔日初审哪日爆发严重的冲突，落尾干那用3分钟就完成初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今仔日的新闻头起先，就来关心到美国总统大选。根据着 Fox 新闻的报道，共和党的 Trump 伫咧3个关键摇摆州拢选赢，摕到277张选举人票，赢过对手何锦丽226张。Trump 是已经发表当选的演说，讲伊会成做美国历史上第2位选输了后，搁再当选的总统。也咱总统赖清德嘛有对 Trump 来表达祝贺，希望稳固台美的伙伴关系，甲区域的和平，促进双方的经济。而且嘛有感谢这个拜登甲何锦丽伫任内对台湾坚定的支持。So I want to thank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the extraordinary honor of being elected your 47th president and your 45th president. 美国自控议事大选开票这暝，共和党的川普会使讲是规路拢领先。北卡罗来纳、乔治亚和宾州3个摇摆州的选举人票拢到了后，看起来大势已经定下。川普伫任何时间找6半暝2点半，带竞选团队和出来人，准伫西藏路海山部的竞选中心，向支持者发表选赢的演说。We're going to fix our borders. We're going to fix everything about our country. And we made history for a reason tonight, and the reason is going to be just that. We overcame obstacles that nobody thought possible, and it is now clear that we've achieved the most incredible political thing. Look what happened. Is this crazy? Thank you. 结果，伫选举人团投票认证了后，川普就是伫1892年的克利夫兰总统以后，120多年来第一个失去白宫的保卫，顶来搁选，而且搁选赢的总统。另外，伊为着要纳入验尸封口费，付出来的为做商务纪录刑事诉讼，含想要推翻2020年大选的联邦诉讼。我个认为，伫伊入去白宫了后，这拢会全部放伫边仔，甚至撤销。北约、法国、英国、以色列、匈牙利和乌克兰这的盟邦的领袖。第一时间拢公开向川普来表达恭喜。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恭喜的电话内面，讲川普选赢是史上上伟大的回归，是以色列和美国伟大联盟，搁一个国强国有力的承诺。另外，金融市场美金起跌的幅度，从2020年3月以来单日的新高，比特币嘛来到历史新高。另外，本地要伫毕业的学校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向支持者发表讲话贺锦丽，透过发言人宣布取消所有公开行程，表示无要对外发表讲话。We still have votes to count. We still have states that have not been called yet. We will continue overnight to fight to make sure that every vote is counted. 这场大选除了选出正副总统以外，还会选出第119届新国会，众议院435席全部改选，参议院1/3的席次都是34席改选。地方选举方面，有13个州长和10个州的检察总长选举。在参议院这边，共和党各4党各一摆摕到过半的席次，掌握多数党的地位。众议院的席次嘛，暂时是以205席对191席来领先。不过，会当特别提出来讲的是，拜登总统的家乡德拉瓦州下性别的参议院候选人莎拉麦布莱德是打败共和党的对手惠伦3世，从美国性别政治新历史。And in Congress, I'd continue to focus on empowering workers and bringing down costs facing families. The first bill that I'll be adding my name to is the PRO Act, which would restore and enhance protections for workers. 另外一方面，有10个州甲拍提公投白大选，纽约、科罗拉多、马里兰、亚利桑那等6个州，拢通过保障妇女拍地权的修正案。佛州和南达科他，还有内布拉斯加州投票结果是好决。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大生理人78岁 Trump 伫咧2016年成做美国的第45任总统。经过2020年败选，这是伊第3届来竞选总统，发声要带领美国行向黄金时代。这届伊上受到关注的，也就是伊的经济政策。Trump 提出要对外来加扣甲2成的进口关税，甚至对中国是要加扣甲6成的关税。对国内是要减税来进行美国的制造业。另外 ，Trump 选前嘛有讲到台积电抢走美国的订单，要甲台湾收保护费的这件代志，嘛互各界来烦恼台美的关系敢会起变化。支持者一直欢呼伴随标志性歌曲大声喊口号，互美国搁一摆回台。拍算二度入主白宫的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川普，每一场造势活动，市中的选民拢展现出激动的情绪，毋望川普为美国历史搁创造奇迹。We will make America safe again. 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位78岁的非典型政客，将政治路会当讲真戏剧化。川普出生伫纽约风俗区的德裔移民家庭，伊的父亲也是一名生理人，伫小罗斯福新政时期投伫营造业处理成功。1968年，川普自宾州大学出的经济学学位了后，随即加入家族企业，正式开启伊的房地产这个生涯。位伫纽约曼哈顿的川普大楼，就标志着川普真大财富。只不过做生意也无法度满足川普，伊早伫1987年就展现出对政治的兴趣，不过伊多年来几啊摆换党籍，公开发表极端言论。过去捌是美国联邦法官的川普已经过身的姐姐玛丽安，就捌私底下批评亲弟弟拢无原则。虽然安尼，川普又愿意脱离常规的民粹风格，吸引大量美国选民的关注。2016年，伊伫全面投票输活300万票的情况，摕到270张选举人票，打败民调一路领先的对手希拉里，做白宫的新主人。也说伫川普成做美国史上唯一一位无军事也是公部门经验的总统。川普的个人成就也伴随真侪争议。美国媒体捌指出，川普伫2016年头一摆竞选美国总统进前，至少有3500件诉讼案，包括商业纠纷、企业破产案，加针对个人的诽谤、加性骚扰指控。另外，川普伫2016年竞选期间涉及的封口费案，纽约州法院一审裁定34项罪名全部成立。其他像2020年总统大选、公务选举、加卸任了后，查找白宫机密文件，拢互伊面临几啊件联邦刑事起诉。This was a disgrace. This was a rigged trial by a conflicted judge who was corrupt. 川普治理之下的美国社会更加分裂。今年7月的宾州造势，一粒枪支弹过川普正耳，互全球惊吓。接落来，佫发生几啊件刺杀未遂，显示美国政治对立，激发民众愤怒情绪甲暴力事件。不过，川普有缘无该，碰风唱手讲话本性。这位生理人政客无顾民主规矩，拍算过一摆入主白宫。公司新闻敏感订阅。这届美国大选的投票，各地投票所是无传出重大争议事件。也其中，伫咧内华达州的体育馆，是有真侪球迷选民走去遐投票，就是为着要摕到球队出的已经投票的大纸来做纪念。另外，伫咧国际太空站，是有4位美国的太空人，嘛成功透过卫星传资料完成投票。伫咧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进前接受审判纽约市。伫纽约市立大厦保鲁克分校的投票所，一早起就真侪选民来投票。虽然有第一遍投票的大学生讲，川普的经济议题较好，是较适合的总统连选。不过，随机接受访问的多数的选民，大部分拢讲因支持贺锦丽。有真侪川普支持者的佛罗里达州，伊的粉丝等是川普的翁仔。会伫投票所外口跳川普的扫沙舞，不过有选民一直到最后一刻，一个伫咧甲贺锦丽邮票。He thinks he owns the flag. The flag is owned by all Americans. 有美国上侪阿拉伯的选民的密西根州，阿拉伯的选民薛哈讲，川普甲贺锦丽伊拢无介意，理由是因两个人拢无认真看待中东问题，无法度有效互战争停来。The Arabic community here in this election. They divided between
couple need Trump, couple need Harris. No need to vote anyone. 关键的摇摆州内华达州。美式脚球迷来到拉斯维加斯独记者的主场中式体育馆，大家拢是为着要投票了，会当摕到这张球队的大纸。另外一个关键的摇摆州威斯康星州大学的麦迪逊分校投票所，有真侪第一遍投票的大学生。选务人员就正用心讲解安怎投票，互因有较好的投票体验。因若至少伫国际太空站的4位美国太空人，决定毋是伫投票日即天投票。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是简化投票流程，一寡太空人透过电脑将选票写好了，加票资料透过卫星传转来地球。自6月就进驻太空站的太空人威尔摩、崔国加田纳西科技大学学生伫咧对谈时阵，就证实伊已经投过票。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讲到这美国的选民投票有几啊种方式，会当亲身去到现场投票，卖当伫咧海外用无在籍投票用寄的来参与大选。伫台湾嘛有真侪美国的选民在关注即届开票的结果，因为这也是牵连到美国对台政策影响因伫台湾的生活。这次选举，我决定用电子邮件投票。来台湾2年的马修是台湾竞赛，即摆美国选举伊用电子邮件投下新型的一票，因为身在台湾，伊的选票毋若是选择，也是对台湾稳定的期望。Living in Taiwan as an American, you get a broader perspective on what is really important in the world. And for me, I believ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merica can do on the world stage is to support and protect democracies abroad. 身在台湾，加美国选民真关心台海局势，投票时也往往加美国对台政策纳入考虑。Biden was very direct. He said, well, we will defend Taiwan. We will defend Taiwan. Would Harris say that so directly? We just don't know. With Trump, I think it's more difficult to tell. 来台湾18年的周一婷是政大历史系教授，像其他伫海外无到亲身到投票所的美国选民，伊选择用无在籍的投票方式。The email allows me to either fill out an absentee ballot and print it, or print it and then fill it in with a pen. 美国对1975年就开始实施快速投票，也叫做无在籍投票。海外选民要摕到选票，首先要登记这个投票资格，核准了后才摕到选票。各州规定无共款，有经由电子邮件伫线顶下载印出，也是传真甲邮件方式，拢使摕到选票。因若缴汇选票方式，有的是用电子化方式缴登去，大部分是要求选民用邮件方式寄回。因若伫台湾也使甲写好选票送到 AIT， 统一寄登去美国。无论选举结果安怎，台美经济继续合作，依然是在台湾经商的美国选民真关心的议题。There's not much room that any candidate can make major changes with U.S. policy towards Taiwan. Remember, you got a semiconductor industry which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for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if it wants to continue to have a good economy, it's going to have to work with Taiwan. 台北这家酒吧今天一大早就开门，吸引了不少在台湾的美国人一起聚在这边，盯着大荧幕要来看美国大选的开票过程。而在我旁边的这位是 Tim， 他来自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来台已经超过30年。Tim, we have 2 questions for you today. First of all, who do you support? And secondly, how does this U.S. election affect you as an American here in Taiwan? Okay, well, I support Kamala Harris and Tim Walz. And the reason I support them is I think for Taiwan and for the world, it's important to have stable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伫台湾的美国选民无时差，同步来关心对中选情，因为对因来讲，这摆选举唔但影响美国，也有关因伫台湾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到底川普当选总统，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安怎变化？咱的国安局长蔡明干是表示讲，美国应该也是会延续亚中友台路线。因若针对着川普讲台积电抢美国订单的言论，经济部长郭志辉是认为台美的经贸关系真深，而且全球的市场需求拢真大，所以无论什么人是拢无法度来限制台积电的发展。美国总统大选真受关注，国安局长蔡明安伫立法院备询的时表示，台湾未来会继续甲美国维持战略沟通，重点放伫重新对焦伫后一个阶段台美合作的议题，包括国防、经贸、供应链的合作部分，提出更加侪具体合作计划，深化台美关系。对于国际的情势跟台美关系都是一个全新的局面。那在两岸的政策的部分呢，我们认为美国会延续现在至中友台的一个政策的路线。
蔡英文也表示，所落来重点是美国政府交接规定，国安局会加强甲国际友邦合作，交换相关证据。针对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顶礼拜讲，爱台湾增加国防费用到 GDP 的10%，国防部副部长毕凤飞也做出回应。我们自我防卫的决心是永远不变的，在地缘战略上来讲，有我们的重要性。那我们做好我们自己本分的工作。至于说国际的情况和现况大选情况呢，我们持续关注。军购的部分摇身进度，国防部证实，咱国向美国买的29套海马斯导攻飞弹系统，头一批11套已经运到台湾。另外，拖2批飞弹甲 M1 战车也拢有计伫年底运来台湾。那川普先前捌表示，台湾抢走美国的晶片生理，呛声要对台湾收保护费。经济部长桂立辉认为，台美金无真深，无论什么人入驻北京，对台湾大这点影响无大。那台积电在这个先进制程7奈米以下的制程，几乎它是1人5厘，所以你再怎么限制，都没有办法限制它的发展，因为市场有强烈的需求。川普是生意人，他不至于去收保护费，造成他美国产品受到更高的成本涨价出来，影响到民意。我认为这是一个选举语言。因为呢，他要实质实施会比较困难。老警将讲，那川普向台湾收保护费、受伤害，会是彭哥回答乔比、英特尔一寡国际大厂，所以川普这话应该是选举期间，颠倒是川普会对中国扣6成关税，佮逐年减少对中国进口，这对台商是好消息。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宣布将国防部长格朗特解职，换做亲信，也就是外交部长卡茨来接任。因为这个格朗特一直拢是要紧要达成协议，救出人质，甲纳坦雅胡主张要消灭哈马斯的做法袂合，所以格朗特是已经第2摆放解职，有真侪民众拢上街头为伊来抗议。对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4个拢有以少年人为主的民众，伫街道上抗议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第2摆解除格朗特的国防部长职务。במהלך החודשים האחרונים האמון הזה נסדק. ביני לבין שר הביטחון גלנט התגלו פערים משמעותיים בניהול המערכה, והפערים הללו נולדו בהצהרות, בפעולות שמנוגדות להחלטות הממשלה ולהחלטות הקבינט. 纳坦雅胡伫发表电视谈话进前，就形容书面甲格朗特通知，且会伫记者会了后48点钟内底交出国防部长的职权，由纳坦雅胡的亲信外交部长卡茨接任。除了说明两人中间互信破裂，纳坦雅胡也指出，格朗特的做法妨害到以色列军队伫南北2线的军事行动，间接帮助以色列的敌人。对此，格朗特除了伫社群网络简单来发表伊的心声，也强调国家安全依然是伊终身的职责。也伫随后录影谈话中，搁再讲到尽可能救出也存活人质，这是伊上界重要任务。הצורך להפיק לקחים לאחר תחקיר יסודי וענייני. כאשר מדובר על הרמה הלאומית, הפוליטית, הביטחונית והצבאית, לבירור האמת ולהפקת הלקחים יש שם, ועדת חקירה ממלכתית. 格朗特所讲的真相调查委员会是针对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所发动对以色列的大规模恐怖攻击，以及所凸显的以色列情报机构失灵的问题。随上，格朗特2年外国防部长任期内，随拜甲纳坦雅胡内阁有无同意见。伊顶一摆互纳坦雅胡解除国防部长职务，是伫2023年的3月，理由是反对立法，甲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男性排除伫义务役征兵范围以外。格朗特认为讲安尼造成社会无公平甲歧视，所以讲遭到解除职务。获职了后，针对估计伊原伫加沙存活101名以色列的人质，格朗特认为讲达成协议救出人质是第一个要务。就算吼哈马斯留伫加沙也不要紧，而且又搁甲纳坦雅胡坚持消灭哈马斯的想法是无共款，造成格朗特伫将近3年的任期内2摆互同一位总理来解除职务。广视新闻，徐嘉玲编译。镜头转来看国内，今仔日立法院国民党团甲级党员拍拼要推动再违法的修法，那日双方是爆发严重的冲突。落尾担任调委的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敢若用3分钟速速地完成修正草案的初审。双
日小下无人要让，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和国民党立委张志伦是爆发集体的冲突。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初六是继续审财违法的修法，国民党团架级动员，动用人兵战术来反制民进党团抵制议事。财委会调委国民党的陈玉珍，中国方缀伫会议桌，但是那边人较济，力赢袂过。早起9点，陈玉珍顺利主持会议，虽宣布逐条讨论。请问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啊，有异议，有异议保留。对着有争议的条文，陈玉珍就宣布讲保留协商，敢若开短3分钟，财委法的修法伫乱七八糟内面完成初审，送出委员会，交互调野协商。高雄市长陈其迈特别来台北，说无机会发言讲哄骗啊。国民党应该是能够好好的再重新再财划法，大家再好好的讨论嘛。要不然我今天来做什么？他邀请我来的，结果不让我讲话，他们就给他争笑。财委会已经有25年无修法，关系到1000亿的税收分配，现行制度红质疑讲中央是集权搁集钱，那边开始提出修法。国民党团的版本家己定的公式，重点放伫67%照人口的比例来分配，对台北市特别好，首都占3%的分配，暗算会放出超过5700亿的财源。民众党团的版本是成立分配委员会讨论公式，暗算放出2700多亿的财源。民进党立委罗瑞良等人提出的版本是认为讲配合国家政策设置高污染的产业，空污严重的县市会当得到合理的分配比例。每一个县市的统筹款通通增加，包含今天打得最凶的台南市的立委们，你知道吗？你们台南市可以因此多200亿元以上的统筹款。我们看到国民党原来的版本将近5、6千亿哦，那个的确是会影响到中央政府的预算，因为中央政府预算本来才2兆多、3兆，5千亿就将近是1/4。当今最大的诈骗集团跟暴力集团，蓝白造成了财划法的这种不公不义、没有讨论的状况，民进党强力的谴责。那被甲中央化为提出行政院版本的财委法的修法条文，行政院回应讲，对统筹分配税款的分配公平性，各界嘛是有无同的看法，而且差真多。对寻求各界共识的法规草案，希望所有条文都会当充分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财政部逼出分段发表抽奖，有4个人中获得大奖的争议。经过调查，财政部表示，这几个人拢唔是相关的人员，嘛唔是因的亲情。因为这届厂商设计抽奖形式是提悬积极参与的人得奖的几率，唔是一般随机的抽奖。敢有涉嫌到诈欺等等的疑虑，调查局是已经立案来追查。不过目前主办方无规划要定抽奖，敢若万家发奖品。伫律师的见证之下，挑出好运的得主。财政部举办的网络发票抽奖活动，超过9万人参加，敢若得奖就无简单啦。更加卖讲是得大奖，也过先来看一下即摆得奖名单。官方分3期挑出各奖项，有4个好运的人中获得大奖，摕走 iPhone、iPad 这奖品，是真正真好运，也是后壁有问题咧，引起讨论。连续中奖，几率感觉不高，在几率上来讲，根本微乎其微，它一定有问题。抽奖活动了出风波，真受外界质疑。财政部调查了后，初六正式来出面说明，讲这个账户得奖的人无公务员的身份，毋是财政部各单位甲承办厂商员工，红赛期后也是3等亲以来亲属。不过，哪会使一直得奖咧？官方解释讲，厂商的程式设计甲一般的随机抽奖讲无同款。承办厂商他在设计这个抽奖程式的时候，他是采用一个调高积极参与者的权数值，以及呢给予优先抽奖的机会。有一个人是全捐的，就是他们每人累计捐赠大概350张到500张。讲到白就是讲，都是一直参加，得奖率就愈悬。甲这4个得奖的人，每工消费记录该详细看，平均看每工会使摕2张到5张，一笔金额拢超过100块。财政部初步分析无使发表问题，也毋过这得奖民众是毋是事先就知影？厂商的程式设计也引发讨论。透过程式在撰写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手脚，这确实有可能会这样做。那这当然也有可能是外在的这个方法去发现这个程式里头有问题。我觉得所有的中奖人，或者所有参加这个活动的人，他并不知道承办厂商的程式是怎么设计。
财政部挂保证，讲这得奖人事先拢唔知影无中抽的规划，抑过第三期奖品就暂时未发。这调查局已经立案调查，要来调查讲是毋是有弊端，牵涉早期妨害电脑使用罪才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祝贺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